大家好，布丁今日帶你哋嚟到火炭站頂一個全新945尺3房1套，仲要有儲物室同埋工人房嘅示範單位。帶你哋望下個向南邊嘅景觀先啦，望住一條咁長嘅城門河景。個廳四四方方，佢除咗有一個大露台嘅窗之外，其實呢度仲有一個窗仔做得個對流嘅。梳化擺嗰邊，食飯台可以擺呢度。呢一張係4人嘅食飯台，但布丁覺得擺張6人嘅都綽綽有餘。呢邊仲可以擺鞋櫃，或者發展商已經將呢邊做咗一個到頂嘅鞋櫃㗎啦。帶你哋睇埋個廚房啦。布丁帶你哋睇下個廚房啦。左手邊入邊就會有工人房啦。呢個廚房唔算好大，但係佢已經做晒好多嘅櫥櫃，擺嘢嘅空間都足夠嘅。洗衣機就擺咗喺呢一度，咁會有個細個嘅紅酒櫃喺呢度啦。雙門雪櫃仲會有埋製冰，咁其實佢發展商都啲空間都用得好足㗎啦，連一入嚟都擺晒做晒櫃嘅。咁入嚟呢度睇下呢邊會用到3個明火爐嘅設計，都會用到 Miele 嘅。咁如果中意明火嘅話咧，呢度非常之啱你啦，明火煮食。另外仲會有個蒸焗爐喺下邊啦，發展商真係好識善用空間，呢啲位已經全部做晒啲櫃仔，可以放啲調味料。另外佢個工作台都非常長，呢邊都另外有一個工作台可以擺到好多煮好嘅嘢食。帶你哋去睇下啲房啦。咁嚟到睡房區呢邊啦，咁我哋先睇一睇第一間房先啦。咁發展商做咗個單人房嘅，咁做咗張單人床啦，同埋一個大衣櫃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唔中意咧，可以做翻個書台，同埋做翻個床頭櫃咧，都冇問題嘅。好，咁而另一邊呢度咧，發展商咧就做咗一個叫工作間啊。咁其實呢一間房咧，我覺得佢個好處就係佢兩邊對流窗嘅。咁其實你做翻個客房啊，甚至你做衣務間咧，都冇問題嘅。咁而呢一度咧就做一個儲物室嘅，咁但係呢個儲物室咧其實佢個空間都好大，佢有窗，可以做翻一個衣務間之餘咧，其實呢埲牆咧亦都可以打通咧，就令到隔離間房就變大啲都得嘅。咁最後呢度咧就當然唔少得有主人套房啦。嗱，可以先望望個洗手間先，乾廁有窗，發展商交樓標準有晒裝修。而呢度咧都可以做到個3邊落床擺到大衣櫃，最重要咧係景觀咧就非常之開揚嘅，落地大玻璃，仲有工作平台。雖然今日咧天氣可能就爭少少冇咁光，但係其實你可以望到有山有水，非常之開揚靚景㗎。如果你哋想揾東鐵沿線，交通咁方便，可以去深圳或者過到對面海，又可以過到九龍嘅話，快啲 WhatsApp 布丁話你聽呢度喺邊度。